呢日咁重要，一早就 mark 咗啦。喂，我有個緊要嘅 appointment，遲啲先再覆你。主席 Bibi，咁準時出門，你一定係有約啦。12月7號係立法會選舉投票日，呼籲所有選民履行公民責任，選出有才能嘅人士為香港服務。約定大家12月7日一齊支持立法會選舉投票日，用你手上一票，創建香港美好嘅前程。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